成效辅导办传公布2025高中生上届介意的前100名科系排名，第一名是政大的法律系，而且前100名内面上届侪就是法律系，有10个系入去名单内。专家也指出讲，就算这目前呢，这电机、理工、资讯这科系当前，社会组的学生也是看重就业，选择出路较明确的。 大学学测的成绩在2月25日公布，考生会开始准备报名个人的申请。对一寡科系是考生会特别注意的。大学文网站公告过去一档拢总5319万条的浏览数，对全国2658个科系去做上侪人点入去看的100个热门科系排行，结果发现讲就业取向的需求搁较悬、搁较明显。理组的电机和资讯科系排名是全面提悬，文组的法律系有10系入榜，整体排名起立，政大法律第一摆摕到第一名。 其实反映了社会组的焦虑啦，因为其实去年整个 AI 打下来之后，老实说，社会组第一个是在高中分组的时候，自然社会组选组人就变得少很多啊，但是还留在社会组人就会担心说，那是不是连念社会组就是毒死？他将来只要国考考过了之后，他又比较高，就是在社会组里面比较高薪，所以反映出来的当然是比较合理啦。台湾半导体 AI 这科技产业的合国合作是愈来愈侪，正需要有地财产、国际商务这资安法务应用，这拢进一步提升法律系的关注度。有高中的教务主任嘛指出讲，今年学测的数 A 偏较难，无排除有少数理组的学生嘛走去了解。它是采据国英数必设嘛，对，所以如果假设他数 A 考不好。 他数 B 相对考得蛮高的话，也许他们会去考虑看看。大学文指出讲，各科证照 AI、半导体、金融这相关科系入去榜内拢增加，科大部分有11系入榜，主要是医药和设计相关科系。和前一年比，国立大学入榜的科系对76系减少到69系，私立大学是对24系增加到31系。招牌科系拢有入榜，这明显是和私校学费的补助政策有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